Bible Story。喺耶路撒冷城入面有個法利賽人叫做尼哥德慕，佢係猶太人嘅領袖。佢聽過耶穌好多神蹟，心入面充滿好奇。有一晚，尼哥德慕靜靜雞咁揾耶穌，想親耳聽耶穌講神嘅真道。佢同耶穌講：拉比，我哋知你係神派來嘅老師，因為冇人可以做到你嗰啲神蹟，除非有神同你一齊。耶穌好認真咁答：我同你講，人如果唔係重生，係唔可以見到神嘅國度。尼哥德慕聽到好震驚，問：一個人老咗，點樣重生啊？唔通要返入阿媽個肚再出世一次？耶穌話：人如果唔係由水同聖靈生，就入唔到神嘅國。肉生肉，靈生靈。跟住耶穌又話：風隨意吹，你聽到風聲，但唔知佢從邊度嚟，吹去邊度。由聖靈生嘅人都係咁。尼哥德慕仲係唔太明白，所以就問：邊有可能啊？耶穌好溫柔咁答：你係以色列嘅老師，點會唔明白啊？我講嘅係天上嘅真理。耶穌仲話：好似摩西喺曠野舉起銅蛇，凡仰望嘅人都得醫治，人子都要被舉起來，等信佢嘅人可以有永生。耶穌繼續講：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穌話：神唔係來定世人嘅罪，而係要救世人。凡信耶穌嘅就會得救。耶穌又話：光來到世上，愛光的人行真理，來到光中，不愛光的人，因為行為惡，躲在黑暗裏。尼哥德慕聽完耶穌嘅說話，心入面好敬畏，佢知耶穌講嘅係神嘅真理。佢帶住耶穌嘅教導返屋企，開始明白，只要信靠耶穌，就會得到永遠嘅生命。Thanks for watching. Thanks for watching.